喺現時低迷經濟之下，加上新供應不斷出現，至於呢類物業嘅業主，為咗增加成功出租嘅機會，就要為物業翻新或者進行改裝。佢哋可能有啲都希望可以分拆到，都會去接受分拆一啲裏邊一啲嘅大啲嘅單位，去咗一啲嘅細嘅單位，切合翻市場嘅需要，或者咧可能過往佢哋傳統某一啲係可能會傾向咧，即係出租俾一啲金融機構嘅，以至一啲嘅主要係一啲外資或者跨國企業啦。咁但係都會因應嘅市場嗰個需求，譬如可能多咗一啲嘅中資嘅公司啊，你會見到部分一啲嘅發展商裏邊所謂我哋叫做中資嘅 portfolio 喺你嘅 portfolio 裏邊咧，中資租客嘅比例咧都近年都增加咗。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策略性嘅轉變咧，去切合翻咧市場嘅需要。譬如我哋有啲叫做 turnkey solution 啦，即係話其實可能佢做一個最基本嘅裝修，變咗咧可能佢個租戶咧唔需要即係投放，因為佢哋其中一個考